现代台语版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。所以，阮等袂牢，决定干焦阮留伫雅典，就找阮的兄弟，嘛是为着上帝传基督福音的同工提摩太去恁遐，来鼓励恁，坚固恁的信心，互恁中间无人因为所拄着的苦难跌到动摇。恁家己知，阮拄着苦难是上帝的安排。阮要甲恁做伙的时，有先甲恁讲起，阮会受苦难，后来真正有发生，这是恁所知的。因为安尼，我等袂牢，才找提摩太去恁遐，爱知恁的信心安怎，才免恁受试探者迷惑，跌到阮伫恁中间会劳苦落空。现在提摩太已经对恁遐倒来，将关系恁的信心甲疼心的好消息报阮知，佮甲阮讲，恁时常伫少年阮，爱甲阮见面，亲像阮爱甲恁见面。因为安尼，兄弟姊妹，伫一切的患难甲困苦中，阮有对恁的信心得到安慰。恁若对主有坚固的信心，阮才会当讲现在有真正得活。阮伫上帝的面前，因为恁来欢喜，对这一切的欢喜，阮着安怎感谢才有够额？阮眠日迫切祈求通见恁的面，来补足恁信心的需要。愿咱的天父上帝甲咱的主耶稣，甲阮开路，通去恁遐。愿主互恁相疼甲疼众人的心一直加添，亲像阮对恁的疼有哪加添。安尼，伊会互恁的心坚固，伫咱的主耶稣甲伊的众信徒来临的时，伫咱的父上帝的面前圣洁无通嫌。阿们。